同气连枝，长枕大背，兄留弟恭，今有玉坤。严氏家训告诫子孙，留得后辈家言一行。婆媳着离，妇得有事。鸡肠鸟肚，姑嫂不宁。空中造谣，无中生有。离间兄弟，非是吉星。夫和妇顺，如补琴瑟。阴阳调和，相敬如宾。取有弊端，不交寡信。有朋非亲，相视贵松。损友无情，是非不断。亦有利己，质量多闻。智者明辨，清流敌视。志同道合，愿力道弘。中国有真祥，君霸臣奸，民不聊生。恩人秉德，以化暴力。修理诚意，君臣一心。德在百姓，心系万民。清正廉明，一路福星。晏子春秋，屈原党臣，不污德平。待旦，精进不懈。范言直谏，唐有魏征。今时古乐，今乐古人。举世混浊，唯我不能。三论忠义，气贯长虹。撼动山河，凛冽忠心。坚如金刚，牢不可破。无坚不摧，横扫万军。日月昭昭，乾坤朗朗。先尘不玷，烈火纯金。天地凭谁，千古常在。星斗巍峨，万世长存。昔有孔圣，周游列国。推道训俗，天下启蒙。仁义正道，万物皆应。16字诀，守乎一城。孟子信善，事端之发。心别毅力，一生大功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。至大至刚，至妙至灵。书武困胡，第19载。汉贼所握，心在朝廷。威胁利诱，不入使命。饮血吞瞻，不灭忠心。诸葛孔明，殚精竭虑。鞠躬尽瘁，只求全忠。忠臣义守，令臣力取。何来何去，何必相争？杨家将士，一门忠烈。精兵猛将，条条忠魂。岳武木匠，精忠报国。12金牌，何惧死生？荡气回肠，家国天下。志节参天，满江红中。宋末三杰，铮铮傲骨。山河破碎，人烟苟存。成人取义，气血正气。歌咏千载，天享人平。张巡包拯，何人不是？在世忠义，死后留名。入主金宫，合同印证。奈何已是，独钟一心。公常仔细，八卦如会。大开普度，芸芸众生。大考大验，大愿大行。尊师重道，忠义双成。历代圣贤，深真菩萨。后人仰瞻，忠义精神。人无忠义，如墙边草。见风转舵，使人看清。
无义失信，无廉失耻，无信不威，无耻失仁。大解不渝，于义殆尽。无云则混，无度则昏。无伦理者，无修身者，无忠义者，无道德根。真修道子，修己严律，丝毫不苟，练发言行。是切或磋，比例琢磨。是读八邪，荡然无存。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忠贞廉洁，立德立贫。真谛妙理，金笔垂世。告诫世人，一部真经。伏魔真经，日日持诵。主境纯诚，必有感应。虔心跪拜，持念观心。忠义相随，日夜遵行。心宽体盘，精气神聚。无有半点亏欠存心。妖志不生，魔当不入。太和元气，七彩祥云。逢凶化吉，易灾成祥。遵经孝行，转运改命。经传千秋，远走饥饿。诵念行久，美大圣神。伏魔真经，前诵至此。浩然正气，充塞满盈。唯独无气，意气经中。唯独无形，成就大功。一心贯彻，以心印心。九六乾坤，彼岸同登。亲哉勿辜，时刻守。一刻再刻，三刻四刻五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十刻守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如灵山地。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。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悟极途。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。九莲圣教归上圣。黑花老母垂玉线。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。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。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。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。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。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。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。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。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。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。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。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。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。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。
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深楼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具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请各报自己姓名，姓氏高丽玲、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致导，世所致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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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谢谢丽明姐为大家导读，大家晚安。说的好棒哦！大家晚安。各位点传师，感谢全神慈悲啊，感恩全神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后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晚安，感恩。